咁溝唔到女嘅元素係咩咧？就係讀 Kaiseki。嗱，無論你幾高學歷，你都唔會識呢個英文，因為根本唔係英文。讀 Kaiseki，讀 L，開始實頭，騎咧，佢哋就係型英帥靚嘅相反。讀 Kaiseki，四大長老，你是但中一飯都好難溝到女，中得兩飯或以上都乜都唔使溝啦。我簡單講下點樣脫毒。脫毒分咗外同內，外在係最容易搞㗎。成就你個毒樣嘅就係衣着髮型眼鏡。你換咗衣着髮型眼鏡，齋睇外表，冇人會覺得你係讀 Kaiseki，但只限外表。當你一出聲就會露餡，所以脫毒係要脫埋內在。輕則學説話技巧，重則學思維訓練。好，大家好，今條片係拍佢一直都溝唔到女嘅毒男毒老體，講溝女嘅逆向思維，即係令你溝唔到女嘅元素啊！總共有4個，中1樣你已經多數溝唔到女㗎啦，中2樣你就直接解鎖天煞孤星，成世都溝唔到女，中晒4樣你應該大鑊到冇朋友。嗱，我講明先啊，我拍呢條片嘅目的係指出溝唔到女嘅死症。我好想話俾你知，如果你中咗呢啲元素唔緊要，搣甩佢，搣甩咗你就會溝到女㗎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咁溝唔到女嘅元素係咩咧？就係讀 Kaiseki。嗱，無論你幾高學歷，你都唔會識呢個英文，因為根本唔係英文。讀 Kaiseki，讀 L，開始實頭，騎咧。佢哋就係型英帥靚嘅相反。讀 Kaiseki，四大長老，你是但中一飯都好難溝到女，中得2飯或以上都乜都唔使溝啦。而最諷刺嘅係喺現實讀 Kaiseki，好多人都唔知中1樣㗎。大家諗下，一個讀 L，佢多數實㗎喎，唔實都開。你好少見到個讀 L 好識 marks 㗎嘛，係咪？佢可能有啲技能或者專長好叻，甚至係專業人士，但就唔會好 smart 咯。如果你係讀 Kaiseki，我好希望你打開自己個心去學去改，唔好覺得 Angus 喺度踩你。喂，大佬，我唔識你又唔知你咩樣，我想憎你踩你都做唔到啦。如果你覺得人哋提點你係踩你嘅，咁你成世都唔會改變到㗎。個結果係你自己受翻咋。所以打開個心去學去改啦。讀 Kaiseki裡面嘅騎咧係最令人反感、最難搞，唔單止女仔，男人都怕咗你啊！所以今條片唔講騎咧住，而毒多數都包括埋開同實，所以回頭是岸脫毒啦，施主。對於安格斯嚟講，脫毒好簡單，好容易就做到。我之前一條講毒男嘅片，有人留言覺得脫毒好難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，佢咁樣冇錯㗎。小弟喺香港都算係有資格講兩句脫毒嘅人。早喺2013年 Now TV 就訪問過我點樣幫人脫毒，個做法係點。我會擺訪問條 link 喺影片描述度，有興趣嘅網友可以去睇翻。我成日咁樣形容，其實脫毒好簡單，好容易。中毒嗰個必然覺得好難，好似游水咁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你未識游水嗰陣係點啊？你覺得游水好難，完全唔明白點可以喺水度浮起，好怕落水，覺得會浸親。但已經識得游水嘅人就會覺得游水好易。點解我用游水做例子？因為識得游水嘅人已經經歷過由未識得游水，覺得游水好難嘅心態，到識得游水啦，就覺得游水好容易做喎嘅另一種心態。脫咗毒嘅就係識得游水嘅人，未脫毒嘅就係未識得游水嘅人。今時今日未脫毒嘅毒 L，閒閒地都讀咗20-30年，甚至係由當年第一代電車男變成今日40-50歲嘅毒佬。佢哋讀咗咁耐，一定覺得脫毒好難，深信自己冇可能脫到毒。毒限制咗佢哋嘅思想。我簡單講下點樣脫毒。脫毒分咗外同內，外在係最容易搞㗎。成就你個毒樣嘅就係衣着髮型眼鏡。先講眼鏡，毒 L 嘅專有眼鏡款式就係窄身長方形款。基本上你戴呢種眼鏡，俾人嘅感覺就係又毒又實，即刻配過副 trendy 啲嘅眼鏡。仲有，除非你係文青款造型，如果唔係，唔好戴到副眼鏡斜咗落嚟咁。戴眼鏡戴到斜咗落嚟係實頭嘅特徵，俾人感覺好唔醒目。如果你本身唔戴眼鏡嘅，就唔使理呢 part 啦。至於髮型，同樣有幾款毒 L 同實頭嘅專有髮型，髮型影響好大啊，一定要搞啊！安格斯知道，要一個毒 L 去轉髮型咧，對佢嚟講係一個好複雜嘅心理戰。
又唔識搞又懶，一直又冇搞開。我喺度俾個髮型建議你，越短越容易 gel，剪短啲，剷兩邊，再剪翻少少層次，個造型就 OK 㗎啦。既清爽又陽光，亦都好容易 gel。其實呢啲短髮1分鐘內就 gel 好㗎啦。如果你唔識 gel 嘅，你剪完請教個髮型師，佢實教你嘅。最後衣着啦，同樣相當重要，因為毒 L 同實頭又係有佢哋嘅專屬衣着造型。所以一定要換過啲衫啊！嗱，喺而家呢個年代買衫平或者貴都可以着得好睇，例如 GU 或者 Uniqlo 一啲都唔貴啦，係咪？亦好多款式揀，你中意買大品牌或者中中間間嘅又得，豐儉由人，所以換過啲衫真係 no excuse 㗎啦！你換咗衣着、髮型、眼鏡，齋睇外表冇人會覺得你係讀 Kaisers 嘅，但只限外表，當你一出聲就會露餡。所以脫毒係要脫埋內在，輕則學説話技巧，重則學思維訓練。初階嘅範圍可以 keep 住睇我啲片，至於想學中階甚至高階技巧嘅，可以去報讀我嘅網上課程，或者嚟揾我上實體課堂。我會將課程條 link 擺喺留言置頂，想脫毒脫單嘅網友可以去睇下啦。喂，大家覺唔覺而家坊間越嚟越多脫毒失敗嘅產物，我稱之為易變毒 L。失敗嘅原因係自己唔識嗰飯自己搞，毒 L 自己同自己脫毒，咁一定成功啦。但係點解叫易變毒 L 呢？因為佢哋知道傳統毒男嘅特徵係內弱內向，唔夠膽望人。佢哋以為只要解決咗呢啲問題，就即刻脫到毒。所以易變毒 L 嘅特點係死谷大自己個膽，唔怕醜，甚至唔知醜，好夠膽講嘢問嘢，眼神亦唔再閃縮。That's all。咁樣唔係脫毒，係脫變，脫變為易變毒 L。咁問題喺邊度呢？第一，呢班友仔嘅外表冇點改善過，外表仍然係毒 Kaisers 嘅。第二，亦係最大鑊，就係佢哋內在冇任何提升，冇社交能力，唔識人際關係，亦冇説話技巧，淨係識得死谷大自己個膽，唔怕醜，眼神唔閃縮。佢哋經常得罪人，自己都唔知。點解好多人覺得毒 L 成日都奇奇咧咧、古怪怪咁？就係因為佢哋唔識做人，唔知咩係禮數，有咩就衝出嚟問，衝出嚟講。如果你識做人知禮數，係會知道有啲嘢係唔應該講，就算講都要用説話技巧去修飾。佢哋通通唔識，谷大個膽，衝出嚟實。嗱，我係接觸過好多嚟揾我嘅學生，都係咁噶。易變毒 L， 各位網友記住呢句説話：英雄莫問出處。我成日都同學生講呢句嘢。當你成功脫毒嗰一刻，所有新認識嘅人都唔會知道你之前係一個毒 L， 因為你而家已經唔係。除非你想溝嘅人見過你之前嘅毒樣，咁就要特別做一啲洗底嘅嘢。如果係溝新識嘅女仔，你會發覺所有嘢都順利咗好多，溝女越嚟越容易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令你單身嘅往往未必係你外表，而係你思維同心態。如果你係一個毒 L， 無論你學幾多溝女神功都好，如欲脫單，唯有脫毒。中意片俾個 like 啊！如果啲 friend 都讀開嘅 share 我呢條片俾你睇，你會幫到佢㗎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